这礼拜就要举行电价审议会。有风声讲，台电建议2种方案，一种是政府补助1500亿，一种是1000亿，这2套调整电价版本。那准讲政府补助1500亿，4月份整体电钱会起10%；若是干那补助1000亿，电钱有可能会起到17%。针对这点，经济部嘛建议新的方案来应用，会设定用电超级大户。纳入一年用电量超过50亿度的半导体业，按上台积电等等的产业会头一个受到影响，因为电钱上济会起到25%。半年一摆电价审议委员会即要伫即礼拜召开，传出4个电价，一轮过去将近20年动起来无起的民生用电嘛要起，引发民众有无感声音。慢慢涨你可能比较无感啊，一次涨觉得涨很多，没有办法承受。最好是不要调涨，现在经济不好，大家生活都很困难。传出中央会补贴台电的亏损，台电准备2种电价调整的版本，加设行政院补助1500亿，4个电价平均起户是10%，若补助1000亿，起户有关到1.7%。传出经济部也建议新的应对方案，会精细用电超大户类别，加整体起户控制伫10%。安尼一来，民生基本用户只需要起5%，民生高用电加小商店起10%，一般的产业用户起15%，用电超大户是起25%。像是年用电超过50亿度的台积电是首先受到真大影响。优先争取政府的补贴，再去谈说电价是不是可以稍微让我们也合理的去反映。那当然怎么反映就由审议委员会那边去决定。现在的能源政策不做任何调整的话，那核3的1号机在今年7月就要停止运转，所以下半年等于核电的发电量又少了几十亿度，将近100亿度的那个电哈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那台电的亏损当然就会持续的严重。专家认为讲，无论是倒一种电价调整方案，拢无法度解决台电了钱的问题。呼吁政府重新思考能源的政策，互核能厂来演绎，才法度解决台电一直了钱的问题。记者陈华报道。